彌敦道從頭行到尾，香港其實真係變咗好多。今日我去帶去邊度 ？Let's go！ 今日挑戰喺彌敦道從頭行到尾，睇下有幾多步。從尖沙咀開始，你會見到咧由旅客區去到咧民生啲嘅地方嘅。做乜要喺條街嗰度做直播啊？有冇人可以解答下我啊？哇嗱，呢啲一定要大肆宣傳啊！我呢啲外國分子一定支持嘅。原來彌敦道咧係九龍嘅第一條路啊！最初咧叫羅便臣道。1904年嘅時候，第13任港督阿 Nathan 咧就規劃要起地鐵，將彌敦道咧擴建做6條行車線嘅大道。因為港島都有條羅便臣道啊，費事搞亂啦，咁所以改名，用咗佢個名 Nathan 嚟命名嘅。沿路行嘅時候咧，諗起好多以前嘅回憶啊，會去尖沙咀打機食飯，會喺旺角食雞煲、行街買衫、睇 busking 啊，就係唔知幾時開始咧，就覺得旺角好多人啊，又好似冇咩好行咁啊。現場用行路嘅方式咧，先觀察到沿路嘅建築，睇到佢哋嘅特色，又留意到啲旅客同埋真喺度生活嘅人。你哋又喺彌敦道有啲咩回憶呢？結論，原來彌敦道從頭行到尾都係大概5000步，咁我諗來回行就一定有1萬步咯。舉步兵咁行1萬步啦，聽日再行過啦，拜拜。